双儿，你的伤势可有好转？谢王爷关心，伤势虽已有些好转，但还是没有力气。这个死仙气！双儿姑娘，死仙气，臭仙气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严姑娘，快！哎，你看那些是不是接贡品的人？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尔等可知，劫取贡品，那是死罪。狗官，要杀就杀，何须多言？放肆！你们可知，在座的是当朝三皇子？王爷，朝民有冤情啊！今年我们这里遭遇大旱，民间也闹了饥荒，百姓流离失所不说，朝廷还不减免赋税。王爷，我等也是没有办法，才将这贡品藏匿在此，只有这样才能够救济灾民呢。王爷，哼，一派胡言！朝廷得知西南大旱，早已责令地方官员酌情减免赋税。王爷，草民绝无虚言呐。那些乡绅大户们与知府合谋征收的赋税不但不减，反而比往年更加呀！就凭你一面之词，本王怎可信你？他们没有说谎，我去附近的村子看了，发现都是这样，村民们都可以为他们作证。王爷，他们确实没有说谎啊！要是没有他们，村子里还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。既然如此，就待本王体察民情之后再做决断。若你们所说属实，本王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。以往只是待在京城，见惯了这人间繁华，以为处处都是太平盛世，没想到此次出行以后，才见到了人间疾苦，着实给本王上一课。舅父，这父皇现在肯定是偏向的谢延齐了，眼看着皇位就要旁落他人，我看咱们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杀进皇宫，逼那老家伙退位。万万不可啊，王爷！此刻我等尚未掌握朝廷全局，还请王爷三思啊！对，王爷休要急躁，而我们还需要慢慢的打通京城各处的关系，按兵不动才是上计啊！父皇，儿臣此番西南之行，得知贡品失窃真相，这一切都是地方贪官苛捐杂税、欺压百姓所致。百姓也是为了求生，才不得不铤而走险，盗窃贡品。因此，儿臣先斩后奏，将那些榨取百姓的贪官污吏就地正法。其次，背后头目也都已押解回京，待父皇发落。另外，西南旱灾，粮食欠收，儿臣切身考察后发现，其中也有灌溉不利之因。此次出行之前，儿臣曾命工部杨主事制作了一台水车，大约几日就完工。若完工后，尽快推机使用，会解决旱灾一事。父皇，苛政猛于虎也，儿臣斗胆望父皇下旨，减免西南赋税3年，以示皇恩浩大，而严其敬上。苛政猛于虎也。好，来人，拟诏书。三哥回来了啊，司令，王爷，小四，大哥，多日不见，风雨了不少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哪里胖了？王爷，这一路你们辛苦了啊！不辛苦，总算是不负父皇所托，有所成效。我们可担心司令了。啊，我有点饿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府吧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妻儿，妻儿不孝，多日不能侍奉在旁，不知父皇龙体是否安康？妻儿啊，当初听到你遇袭的消息，朕坐卧不宁啊，生怕你像你大哥一样。妻儿有父皇庇佑，自然吉人天相，父皇莫要担心。儿臣寄给您的信，您可收到？啊，收到了。那些贪官污吏，朕一命刑部处理了。水车之事，朕已下令各地府衙照批制作大兴水利，造福于民。父皇明察，万民有福，儿臣替百姓谢过父皇。